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，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以来，经过各方面艰辛努力，新疆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效，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，各族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不断增强。习近平强调，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新疆工作，要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，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，依法治疆，团结稳疆，文化润疆，富民兴疆，长期建疆。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，多谋长远之策，多行固本之举，努力建设团结和谐、繁荣富裕、文明进步、安居乐业、生态良好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疆。